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4，箴言19章8節安尼講：有智慧，才會曉疼惜家己的性命。珍惜知識，會得到福氣。三個來祈禱。愛願有智慧，疼惜家己性命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活命的源頭，你是創造的主宰，你是真理的光。主啊，你用權能來立你世界，命聽來束縛萬類。利用你的獨生子來賞賜世間人。主啊，願要感謝你極大的疼痛，又要學了稱頌你的名，因為你是阮的主。主啊，你對阮有啟示，就是敬畏你是智慧的根本，明白知性的便是聰明。主啊，阮要懇求你，賞賜阮對你來的智慧，我無白白浪費你恩典的祝福。主啊，因為有智慧，才會曉疼惜家己的性命，珍惜知識，會得到福氣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